Hello，大家好。嗱，我冇估錯啦，河馬終於要出手啦要揾老嘢嗰五個仔女埋手啊！真係上門揾嗰只喎係殺到去人哋屋企，大鬧人哋屋苑，同嗰啲保安嘈起上嚟添有片睇啊，一陣間俾大家睇下但係未睇之前呢，好多嘢講啊！阿河馬即係又發帖文啦，啲帖文又係好精彩嘅，總言之今集好精彩。咁河馬一早就已經呢有動作啦，由最初曬陳皮嗰陣已經又話要同啲仔女修補關係係嘛，去到最近俾人發現到佢想做傳銷，又想去向嗰五個仔女成家人埋手係嘛揾好多錢佢哋咁樣即係又想作人哋一筆啦或者佢覺得既然人哋都揾咁多錢就唔自在嗰450萬啦，不如俾翻我啦咁首先要由河馬嘅一篇帖文開始講起啦。呢篇帖文好明顯呢，就唔係出自河馬嘅手筆啦，因為河馬唔識字噶嘛有啲人就覺得佢肯定係揾 AI 幫手啦，例如用 DeepSeek 係嘛撳個掣咁就幾秒鐘就出咗篇嘢啦咁啱嘅。不過河馬連呢啲嘢都唔識用啊嘛，肯定係揾人幫手噶啦咁呢樣嘢都唔重要啦。我哋首先嚟睇下呢篇嘢講咩先。由於呢篇嘢都好長下，所以我都唔扮佢把聲讀出嚟啦。如果唔係都好辛苦下，咁我就直接讀出嚟啦。佢話呢親愛的5位何家公子小姐，我知道在你們心中，我或許一直是個難以被接受的存在，對此我十分理解。突然有個陌生女人自稱是你們父親的妻子，任誰都會覺得難以置信，甚至心生排斥，這是人之常情。但請相信，我所說的一切都是事實。過去的1年多我一直陪伴在你們父親身邊，悉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哇！呢個真係假到痹啦！你點悉心照顧佢我淨係睇片見到你係虐待緊佢，當佢工人咁使啫嘛，係嘛？洗刷抹刮，咩洗底褲、吹底褲跟住又叫佢推肚按腳跟住又叫佢呢打爛啲蠔咁樣係嘛？其他有咩係悉心照顧？你睇唔睇到完全冇，鬧佢係有啫，係咪？那些日子裏，我們相互扶持，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雖不是你們的親生母親，可我對你們父親的愛是真摯的，這份愛也延伸到了你們身上。我知道你們對我成為你們父親的伴侶感到困惑和不滿，也因此可能產生了一些抵觸情緒。哇！抵觸情緒呢啲好深嘅字眼嚟嘅喎 AI 都識嘅，真係好嘢。DeepSeek 真係犀利我並不想破壞你們原本的家庭情感，只是命運讓我走進了你們父親的世界。哇！幾有意境不過我覺得調轉會好啲咯，即係唔好話我走進了你們父親的世界，而係調翻轉係你們的父親進入了我的世界會juicy 啲咯我珍視與他共度的時光，也希望能夠得到你們的理解。好啦，講咗咁多廢話戲肉就嚟咯。孩子們，關於那450萬，那是你們父親的財產，我知道現在由你們保管，但這是他辛苦積存下來嘅心血我希望你們能將其交還給我，交還給我唔係我們即係俾佢，俾阿河馬即並非真是我貪圖錢財，而是這其中包含着你們父親的意願和我們共同生活的回憶，他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衷心地希望我們能夠放下彼此的隔閡，用埋啲咁鬼深嘅字做咩？和睦相處。我無意取代你們母親在你們心中的位置，只是希望成為這個家庭的一份子，一起陪伴你們的父親，一起面對未來的生活。我期待着我們能有坐下來好好聊聊的那一天，讓我們彼此更加了解，化解心中的誤會。愛你們的何太，即係繼呢個七師傅愛你之後何太更愛你睇呢篇嘢真係睇到會心微笑，睇多次都會係咁好笑。但個條件就係你要幻想到阿河馬攞住支筆喺度寫信
好似咧好投入咁喺度寫封家書俾條老嘢嗰5個仔女啊，話俾佢哋聽咧，呢啲一切都係事實，係真嘅，冇呃你哋㗎，我冇講大話㗎，同埋我好愛你哋咯咁樣啊！你諗下幾搞笑啊，係嘛？嗱，但係大家都知道冇可能發生啦。因為河馬唔識字噶嘛，邊度識寫啦嚇？一切都係揾人代筆嘅，或者係揾啲 AI 幫手啦，請槍噶啦。除咗發帖文之外呢，河馬仲同埋條老嘢身體力行，四圍奔走，走去揾佢嗰5個仔女真係逐家逐戶拍門啊好似咧追數咁啊！佢呢2日咧就分別去咗天水圍嘅樂湖居啦。揾細女啦，另外又去咗元朗朗屏村啦，好似係揾大女啦，咁仲未揾晒嘅喎，嚟緊仲要揾仔呢，係嘛？所以呢應該嚟緊星期日都會出發㗎啦。咁呢2日呢，講緊佢走去揾女嘅時候呢，都好多笑料嘅喎。尤其係今日去到元朗朗屏村，更加係滋擾到啲市民啦。喺呢個朗屏村嗰棟大樓嘅大堂下邊呢。同啲座頭嘅保安嘈起上嚟喎，咁有片睇啊！我哋先睇咗片啦，睇下佢有幾惡先啦，之後再討論啲內容啦。嚟，因為呢度啦，你唔係呢度嘅住戶咧，入嚟登記咧係好正常嘅。登咗咪登咗啦，佢登咗啦，你做下頭係咪講笑係嘛？唔係，佢冇寫晒，由頭到尾唔肯寫。咁我覺得我都話同佢裝修。呢啲嘢好中意同人拉人下㗎，你明明我係女，點解人係仔？佢自己講佢係仔。同威你講啦。過咯。我登影啊！咁咪影咯。你唔使咁樣。快啲影先啊！快啲影。咩咁樣玩嘢啊？冇人同你玩嘢，係有登記㗎，差佬都要你登記㗎。邊個人氹仔啊？邊個呢？登記先得㗎。我話你黐線唔得啊！你做咩講我小心啲？我冇講過嘢，冇講過任何嘢。啱啦。談仔談女又登記，繼續啦。我話你黐線你又點啊？繼續。你咪黐線唔講乜人啊？你咩人啊？你犯法啊？我連嘢都冇講過。你好鬼中意乜人啊？我哋坐。你好中意乜人啊？冇人講過嘢。去到邊度都惡㗎啦！我就惡㗎啦！我話你咁就話你去到咁啦，邊度我中氣夠啊！好，中意夠咪好？中氣夠啊！同啲人講嘢，冇同啲人講點啊？阿周潤發嚟啦，大聲啲咪冇禮貌。我中氣夠。師姐，咁樣啦，嗱，你要辦事。咁再影啊！我呢個你而家要我一個啦你啊！哇！佢哋真係惡過鬼啊！見人又鬧啊，好似前世欠咗佢咁啊！而家件事呢，就講緊佢哋喺座頭度要做登記先可以上樓啊嘛嚇。咁佢哋2個呢，就話咪登記咗咯，又唔放人咁。咁呢個座頭嗰個保安姐姐就話唔係喎，一路佢哋都冇寫晒嚇，攞張紙養下俾大家睇。即係話佢可能咧就淨係登記咗個名，又冇寫上邊個單位啦嚇，佢唔記得啊，或者係佢唔肯寫啊咁啦，係嘛？擺明就係咁啦，所以佢先唔能夠放行啫嘛。同埋咧唔排除咧佢哋所謂嘅登記係寫何生何太咧即係好似上一次有河馬報警咪咁咧喺個電話度打999，我係何生何太嗰個何太啊，呢個就係何生何太嗰個何生咯。好耐之前有個廣告咪又係咁嘅，梅係梅花個梅，花係梅花個花再近啲睇國產007，阿星爺都係咁講啊，飛係飛刀個飛，刀係飛刀個刀。因為個保安姐姐講佢哋一路都冇寫晒啊嘛咁唔知咩冇寫晒啦2個可能性，一係呢就係冇寫晒全名啦好似頭先我所講話何生何太咁，人哋話喂唔得喎，要全名嘅喎係嘛咁另外就係可能冇寫到嗰個要探訪嘅單位呢幾多樓幾多室啊咁樣一來可能係條老嘢唔記得咗因為已經係太耐日子啦呢一年玩得好開心啊嘛，風流快活乜鬼都忘記晒啦二來呢，就可能係有陰謀可能係條老嘢扮唔記得咗，特登唔寫個單位費事呢件事成事啊嘛，到時河馬走到上去同佢哋嘈嘅時候佢就知道河馬就係想執翻條老嘢俾佢哋啊嘛咁佢梗係唔想啦，唔想走啦。
嗱，所以大家見到條片裏邊個老嘢呢幾惡啊，係嘛？交晒氣咁樣，使乜咁激動先得㗎？冇必要咁激動啊嘛！佢就係想呢搞大件事，最好你報埋警添，有差佬嚟係嘛？咁到時呢，擾攘一番翻差館啦，最嬲尾咪翻屋企咯，就唔使上去嗰啲仔女屋企啊嘛！點解會有咁嘅估計啊？話河馬想執翻條老嘢俾嗰5個仔女呢？你睇翻條時間線就知啦。一路以嚟成年走嚟走去又開直播各樣嘢玩咁耐呢，佢都未有咁嘅打算出手嘅。但係呢，過咗3月11號之後啦，咁就開始晒陳皮啦，係嘛？又話修補關係啦，之後呢，又成日喺啲片度又講嗰5個仔女嗰啲新抱孫幾咁好嗰啲咁嘢呢啲都係河馬鋪排嘅因為3月11號就係啱啱好同條老嘢結婚1週年啊嘛1年之後可以做乜嘢可以申請離婚啊嘛我相信河馬一定有提出呢個要求嘅，即係話同條老嘢離婚佢話唔掂已經過成年啦，450萬又攞唔到啲錢使得七七八八，你唔好再拖累我啦，不如我哋離婚啦，係嘛？你翻嗰5個仔女度啦咁條老嘢梗係唔制噶嘛，係嘛？唔使擔心老婆仔，我哋都轉到直路啦，快見到曙光啦，係嘛？就快攞到噶啦咁呢單嘢都講咗好耐啦可能講緊半年前已經講緊話就快攞到，咁拖咗大半年啦而家終於呢，河馬唔忍啦，咁話唔得啦你成日咁講冇用嘅不如呢，直接殺上去你嗰5個仔女屋企度逐家逐戶拍門睇下佢哋邊個肯俾翻錢嘅，唔俾我就執翻你俾嗰5個仔女算啦。如果我估計冇錯嘅話呢，鹹圈而家個處境呢就好危險因為既然河馬有得咁嘅想法，諗住踢走佢，咁就算今日搞唔成喂日日持續咁搞落去，可能終有一日會搞得成噶嘛可能突然間有一日，其中有個仔女開門俾佢入去咁傾傾下，嗱擺低俾你啦，我走啦咁樣咁鹹圈就玩完噶啦，係嘛？春夢了無痕所以鹹圈呢就係而家過到初一，未必過到15噶。啱啱喺較早前呢，河馬又發咗另外一篇貼文喎。呢封貼文呢就唔係俾嗰5個仔女啦，係致黑粉們的一封信。我哋又嚟睇睇下。當我決定坐下來寫這封信時，心情異常沉重。這段時間，我深陷在網絡暴力的漩渦之中，每天打開手機、電腦，鋪天蓋地的惡評與攻擊撲面而來，讓我喘不過氣。但我依然選擇寫這封信，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內心深處都有善良和理解的一面，只是有時候被情緒和不實的信息蒙蔽了雙眼。在這場備受矚目的事件裏，你們對我口誅筆伐，哇！你諗下河馬點會識得呢啲字先得㗎？就算係揾人代筆或者揾 AI 都好呢，都要篩選過，唔好用啲咁深嘅字近翻啲河馬啊嘛，係咪先？好啦，咁繼續啦。認定我是一個處心積慮的壞人，你們覺得我是為了錢才和何生在一起，認為我居心不良覬覦那筆財產。唉，咁深嘅字可事實並非如此。在我和他相識相知的這段日子裏，我們是真心的相待的。他經歷過生活的起起落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傷痛，而我只是恰好走進了他的世界，在他需要陪伴的時候給予關懷。我們一起度過的每一個平凡的日子，一起看過的每一次日出日落，那些溫暖的瞬間，都是真實而純粹的情感。那些共同面對生活瑣碎的時刻，互相扶持的歲月，不是能用金錢衡量也不是你們簡單幾句惡意揣測就能否定的。你們的每一句辱罵，每一個惡意的表情包，每一次毫無根據的指責，都像一把把利刃刺痛着我的心。你們或許覺得隔着屏幕自己的言行無需負責，可你們知道嗎？這些言語就像暴力的子彈子彈有暴力與唔暴力嘅咩？係嘛？有啲輕力嘅子彈嘅咩？係嘛？有啲就係打落個身嗰度，都唔入肉嘅係嘛？暴力嗰啲又唔同啦係嘛？哇！射穿個身體，個穿透力好勁啊係嘛？廢話嚟，咁 Q 多形容詞都唔知為乜對我的精神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我也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每天被這些負面的情緒包圍，我常常陷入
自我懷疑和深深的痛苦之中，甚至開始害怕面對這個世界。嗱，咁又唔覺你害怕面對呢個世界喎，成日出街拍片嘅嚇，你驚你點會周圍拍啫？哇，飛啊咁啊！又話有好多粉絲走埋嚟揾佢影相啊，又向佢鞠躬，又烏低身同佢講嘢咁啊！嗱，呢次佢喺朗屏村嗰個大堂，好彩有人拍咗片咋，如果唔係到時佢又老吹啊，又話嗰啲保安呢就向佢鞠躬啊，又烏低身同佢講嘢啊咁啊！咁烏低身講嘢，我啊諗到有可能喎，因為佢哋係咁掠話要上樓啊嘛，到時掠唔到，阿河馬啲咪喺度點地啦，係嘛？喺個地下度咧點啊點啊，我要上樓，我要上樓咁係嘛？可能條老嘢同佢一齊，我就要上樓，我要上樓咁樣啊！咁到時咧嗰啲咁嘅保安就話：喂，你唔好喺度整污糟我哋個大堂啦，係嘛？快啲起身啦！咁咪烏低身同佢講嘢咯。哇！後邊仲有成大半都未讀完嘅喎，仲咁讀落去我都頂唔住啊！唔讀啦，於都係差唔多嗰啲嘢嚟㗎啦，都係講埋啲廢話㗎啦。總言之呢，呢篇嘢都唔係河馬打㗎啦。最主要就係佢想表達一啲嘢，就係話呢嗰啲黑粉針對佢啫。講完反正呢啲都唔係真實嘅河馬。真實嘅河馬我哋有眼睇啊，睇咗成年啦唔通就咁憑你講幾句嘢？你話呢個先係真實嘅你，咁我哋就相信咩？冇可能啊！我哋有腦分析㗎嘛我哋好清楚你係咩人唔使多講啦。今日呢，睇到真實嘅河馬係點樣呢？佢自己揼條片出嚟，一條短片講佢呢就買旗喎即係人哋嗰啲賣旗籌款做善事去買旗，咁好平常啫。做善事嘅有河馬都做開㗎啦，成日話俾10蚊乞衣仔係嘛？但係呢次唔係咁簡單喎，唔係普通嘅買旗因為通常呢，你就俾錢就攞住張旗仔貼喺度咁樣但係呢次呢，佢話俾你聽，佢做咗好多善事買咗成10幾支旗我見到佢嗰度嗰啲貼紙有15張係貼喺自己個名牌袋度當然嗰個都係 A 貨嚟㗎啦。哇！話俾人聽佢做咗好多善事一路呢，不停同嗰啲咁嘅學生哥學生妹買旗邊有人咁 cheap 㗎我真係從來冇見過任何一個香港人啦買旗係咁樣買法嘅喎你話你見到一個又買一張，見到一個買一張，咁你既然諗住俾咁多錢出嚟，倒不如你一次過俾咗啲錢就買一張貼咗咪係咯譬如你諗住用100蚊買旗嘅，咪入一張100蚊落去攞支旗咯。咁你做乜要分開咁多次每張可能係俾1蚊2蚊咁樣。哎呀，你睇下我做咗幾多善事咁係嘛？仲要呢揚出嚟俾人睇喎，話自己做咗好多善事喎幾 cheap 你話係咪 cheap 精呢？但更何況我根本就唔會覺得佢俾咁多次錢買咁多支旗咯最大機會嘅呢，就係俾咗一次錢之後呢，跟住屈個學生哥。喂，既然我俾咗錢你，你同我貼滿個袋佢啦，嗱有位就貼晒佢為止咁樣，跟住個學生哥話唔得㗎喎，你俾咗錢我哋就係俾一張旗你嘅啫喎，咁樣，咁到時可能佢又話，一張啊嘛係嘛，嗱你而家手上邊呢一大張貼紙上面有幾多，俾晒我可能又喺度同人喺度玩無賴呢。呢啲咪似係真實嘅河馬咯，使乜打咁大抽嘢出嚟啫係嘛？咁長嘅文。擺明一隻字都唔係佢自己打㗎啦，仲話要多謝人哋睇晒呢篇嘢喎，係嘛？我都費事讀我頭先我讀咗一半都唔夠，總言之費事嘥大家時間啦。呢啲就係真實嘅河馬話俾大家聽，而家去買旗都要貼滿袋嘅，幾賤格你話？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住河馬咁多嘢先啦。呢單嘢未完㗎，肯定未完因為既然佢決定得找上門揾嗰5個仔女講數，而家先揾咗2個啫嘛，仲有3個都未揾係嘛？咁等住睇埋下集大結局啦。好啦，咁今日呢條片就到此為止啦，下次再見，拜拜。